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惠灣睇樓嘅小玲。今日我哋嚟睇一個樓盤，離深圳只有800米嘅國運雍庭。國運雍庭咧係由深圳旭升集團開發嘅。呢個樓盤係非常之受深圳人同香港人嘅歡迎同睇好嘅，因為呢個地段交通好方便。我哋開車5分鐘可以到沙田地鐵口，然後咧就有巴士車站，2蚊雞6個站，10分鐘就可以到沙田地鐵口啦。去龍崗、福田、羅湖路線簡單，超級方便。對面咧就係農務市場街市啦，旁邊咧仲有嗰個寶來廣場，行街食飯購物係一條龍。呢個盤咧一程嗰時仲要賣到17000、18000一個方嘅，而家價錢做咗好大嘅調整，簡直係王炸出牌。目前7230一個方，而且仲係現樓，首期10000零蚊就可以上車買3房4房，月供2600到3000蚊左右，性價比咧簡直係拉滿啦！行啦，我哋一齊去睇樓。呢度2個電梯出嚟，呢邊就係公共嘅過道，採光同埋嗰個通風都係相當唔錯嘅。2梯4戶，有2套係4單位，一個係90，一個係92個方嘅。我哋先嚟睇呢個單位，呢個係90嘅，呢度係入戶大門，入嚟呢邊咧就有一個廚房同埋嗰個生活陽台，跟住入嚟咧就係餐客廳同寬嘅一個大廳，開間係3.8米，而且係正朝南嘅。陽台咧都係四正正，呢度咧寬度有1.8米，長度咧有4米嘅，而且可以睇到出邊嘅景觀，可以睇到深圳嗰個方向。呢個間隔咧係經典戶型嚟嘅，動靜分離啊！呢邊入嚟呢度咧就係一個洗手間，佢可以做乾濕分離嘅嗬。然後呢2個房咧，一個係客房，一個係兒童房。呢個主人房咧就相當唔錯啦。佢而家擺嘅係1.8米嘅床，2個床頭櫃同埋大衣櫃，仲有咁大嘅空間嗬。呢個房間咧係非常之舒服嘅，而且係正朝南向嘅。而家呢個單位咧，我哋係王牌單位，自己住好舒服，以後賣咧呢個單位咧都好好出售嘅，市場上都係好受歡迎嘅。如果你覺得啱你心水嘅話，可以私信我啊，一齊嚟睇。